本人書看客家名錄學院221客語新聞，第五福鳳門鳳係客家地區過年傳統風俗，台灣南部安做五福鳳、五福圖，北部安做門鳳，代表嘅意思係五福臨門好長假，也係大家對平安同幸福嘅希望。也嘅風俗係客家家庭對生活當誠心嘅願望，並讓一般福他多方嘅生活信仰價值。客家年節風俗地度，除咗疊春聯以外，還會疊五福鳳、門鳳。五福鳳、門鳳係用鳳字剪出象徵福、祿、壽、喜、八卦嘅圖，祝福福他人新嘅一年有好運、順利平安。肯定社會嘅發展，用手工做嘅五福鳳、門鳳，悄悄地本機係期待，也係用手工做嘅五福鳳、門鳳。雖然無意多，不過還係有人堅持用手工做五福鳳、門鳳。五福鳳、門鳳嘅藝術感同文化內涵，本人感受到傳統手工藝術千上人嘅精神同力量。日本客家文化嘅精華，做得地鄉下社會繼續發揚下去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根本日嘅221客語就係手工，手工也係用手工做嘅五福鳳、門鳳，也係用手工做嘅五福鳳、門鳳。唔學威猛，下一拜章來了。